國慶假期來深圳都能吃到什麼美食？烤雞、石湖雞包、水果蒸雞，這裡統統都能吃到。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西麗咧食一個廣東嘅雞煲。聽講呢度啲雞咧全部係養足300日以上嘅清遠走地雞嚟喎。今日嚟試下到底食邊啲雞好食啲啦。香噴噴嘅窯雞，即刻出爐，幾靚！我哋一陣間咧都要點翻隻食下先。呢度咧就見到有啲明檔係切雞啦，大家知唔知咧？揾啲火烘下先係咩原因呢？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種石斛，有好多醬料可以選擇，這個醬料特別好吃。再給你上一下我們家鐵皮石斛，然後生熟的話是現場搗拌，然後煮碎的話我們下鍋熬湯的哈。鍋底的話是沒有添加任何調料的，都是現場下鹽的哦。那麼雞骨就可以下鍋了哈。好，那麼是老母雞，所以它皮比較脆，我們要先煮個半小時哦。嚟到深圳咧，見到呢啲烤雞咧，你唔使諗啊，瞇埋眼點得噶啦。喺深圳咧，翻嚟咧先食到呢一啲咁正嘅烤雞啊！哇，真係好鬼正啊！嗱，我先試一啖個湯先。呢個味咧就好似嗰啲清補涼嗰啲味咁樣啊！好啦，食下雞先。滾水淥咧就20秒，重口味人嘅落醬方法。個感覺咧就好似你食緊啲海蜇咁樣啊！嗰啲雞皮咧係爽嘅，霎霎聲啊！口感咧又嫩又滑，仲比100零日嘅雞咧香好多添喎。這個大概要放多久啊？5分鐘可以啦。有啲蟲草花啦、冬菇絲啦，係呢個咧木瓜嚟嘅，30幾蚊咋？我想講我平時我唔食木瓜嘅，但係我哋咁樣去蒸嘅雞咧，原來真係幾正喎！呢個必點。嚟到深圳咧，成日啲嘢咧都好浮誇嘅，80幾蚊㗎嘛，一碟呢個牛，真係問你服未？牛味比較重嘅，80零蚊咁樣一碟咁樣嘅 presentation 真係無敵。如果你食唔到個咁大嘅話咧，可以食個細啲嘅，39蚊。最後還點了海膽炒飯，滿滿的海膽，半粒炒得乾香，這一餐太滿足了。今日咧，我哋嚟深圳咧，唔單止食雞，仲係學中文，因為咧呢個字咧睇咗好耐都唔知道點讀，原來要讀石斛啊！我哋4個人食咗511蚊，每人咧都係100零蚊啫。有烤雞、蒸雞，亦都有雞煲咁樣食法。呢一個嘅性價比，我覺得咧真係非常之超值。你又會唔會嚟試下呢？今日呢一餐你又覺得我性價比 O 唔 OK 呢？歡迎評論區話俾我聽。下一集更精彩。